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有超过80%的少年家逐工拢会使用社群媒体。更较害的是，这性影片流出去的比例嘛愈来愈悬。另外，有咧用 AI 学生，其中有60%的人拢袂去查证 AI 讲啥就是啥。民团就呼吁家长甲教师着爱特别重视囡仔的所为所用。即摆的少年家生活中已经无法度无网络。根据儿童福利联盟调查，13岁至18岁的少年家有84%的人逐工拢会使用社群，其中有13%已经是严重互网络迷去。更较害是性影片流出去的比例是愈来愈悬。所以呢，我们发现社群沉迷其实是性私密影像的一个外流的高危险因子哦。那我们这次也做了一个跨年度的调查，结果发现说，跟2年前的2023年的调查相比呢，这个比例呢，都比2年前的调查得到的一个结果还要来得高。儿童福利联盟嘛指出，已经有2成的学生是定定使用 AI。有60成的学生使用 AI 煞袂去查证，嘛有学生将家己的个人资料拍伫 AI， 唔知爱保护家己。民团呼吁爱重视囡仔的所为所用。我们现在青少年对于生成式 AI 的依赖越高了，但是在防范个人的个资隐私外泄还有等于说查证这个假讯息假消息这个部分的敏感度，似乎是没有跟着增加的。数位素养这个议题的时候，展示我们一直都是强调家长和孩子之间应该要建立一个开放的沟通和信任关系。另外，民团嘛建议政府会当参考联合国也是其他国家针对儿少的法条，伫儿少法开一个专章，针对儿少传播权益含个人资料维护。定出法条，保护少年家用网络的安全。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